观众朋友，今日是礼拜连假第二天，高公局预告讲，今日国道交通量有107万车公里，下晡上北车真济，尤其是伫咧国道5和宜兰往台北这个向下来逆车阵。也天气这方面，东北季风来影响，水汽阁变高，玉山伫咧早起7点多开始来落雪，到10点，这个雪则有4公分高。 雪铺满地面甲树啊，亲像银白世界。受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东线影响，关山水汽上涨，加上气温向降落。日北早起7点10分开始，玉山开始落雪，到早起10点为止，积雪深度已有4公分。暗过中昼过后，落雪几率都会大大减少。今天白天这段期间，其实玉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机会，不过还是要看今天玉山在中午过后的低温能够配合得到。 气象署表示，28连假第一天，北台湾温度明显下降，各地云量偏低，也有局部地降顺雨。不过整体落雨强度唔是真强，虽然天气无稳定，不过无影响民众吹气头意愿。高公局有讲，国道全日交通量是107万车公里，下晡就会上北车流出现，尤其国道5号宜兰往台北方向车会真多。 从宜兰地区往台北的车流呢，这些北返的车流大概会在中午过后大量的出现，所以要往台北地区移动的朋友呢，我们尽量在中午前，也就是现在就要赶快出发。 国公局强调，二北宜湾国道疏运措施，包含中昼12点到暗时9点，国道1号后备保险系统上北，国道3号西滨上北，10度是风起。下晡1点到6点，国道5号苏澳路东宜兰头城上北，高承载管制。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演造系统用单日汇率个8折收费。提醒大家出门之前，先查详细路况，才别踏伫车阵内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